大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派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合用，我的担真轻。学老，咱三甲来念圣诗学老。圣诗第304首，我要学老，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大家悠然徛伫，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因为圣灵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以本体来到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永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地上帝的大权，要对啊，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咱启用文，咱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3篇圣诗的后面，我来启，请会众来引。上帝啊，我的心迫切希望你，我的心喙焦希望上帝，永远的上帝。我暝日用目屎准奔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
我追念遮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准？都仰望上帝，我也久要学到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心内面不准。你的瀑布出声，深烟甲深烟声好用。你是上主是落伊的主爱。我要对上帝，我会就讲讲，你是安怎袂记你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准？着仰望上帝，我要搁要学到伊。祈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手持稳定甲慈爱上主，受你竞选的正经儿，为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你。阮要感谢你过去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你是阮的主，你以外阮无福气。阮过去所行，求主你监察甲提醒，互阮愈活愈亲像你。阮的言行，若是有得罪上主，也是得罪人的，恳求上主搁一摆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阮要学到驾驶阮的耶和华，阮要常常来敬奉你伫阮的面前，因为安尼，阮的心欢喜，阮的心快乐。求你将活命一路指示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祷会当成芳芳一切，献上互你。愿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创世纪记载伫31章第22节到32节，第43节到50节。我来读。到第3日，有人甲拉班讲，雅各都走了。拉班就带伊的亲族做伙去对日，约7日到基利山才接着。彼时，上帝伫阿兰人拉班的面梦中对伊显现，甲伊讲：你着细字，毋通甲雅各磕着。拉班约着雅各，雅各已经伫基利山大埔边。拉班甲伊亲族嘛伫迄座山大埔边。拉班甲雅各讲：你安怎做即款代志？你瞒骗我，将我的查某囝抢走，亲像用刀抵压佛罗。你是安怎无甲我讲，就点点仔偷走？无通互我唱歌、拍鼓、弹琴，甲你翻送，害我煞无机会通斟我的孙、我的查某囝，甲因相时。你实在有够戆！我本来会当伤害恁，
毋过恁老爸的上帝昨暝对我讲，你着细字，毋通甲雅各磕着。你少年恁老爸的家，阁要将倒转去，毋过是安怎偷摕我的性命？雅各应拉班讲，因为我惊你会将你的查某囝抢去，你的性命，你对啥人抢着，迄人就该死。你亲族的面前，你认看我遮有啥物物件是你的，拢摕去。雅各毋知雷吉有摕啥物真相。第43节，拉班应雅各讲：这个查某囝是我的，这个囡仔是我的，这个羊群嘛是我的。你看到的拢是我的。我的查某囝甲因生的囡仔，今仔日要会当甲因安怎呢？咱两个来立约，作为你甲我的证据。雅各取一块石贴做条。雅各对遐亲属讲：恁着去捡石头来遮，因就将石头捡来贴规堆。因离即堆石头的边仔啉食，拉班就将迄堆石头叫做伊甲你沙哈多他。雅各甲因叫做加瑞德。拉班讲：今仔日即个石堆作为你我中间的立约的证据。即个所在叫做加瑞德，嘛叫做米斯巴，因为拉班讲：咱分开了后，愿上主伫你我中间监察。你若虐待我的查某囝，搁另外娶别人做某，虽然我毋知，你就会记你上帝伫你我中间做证。学老，请圣乐队学老。学老的诗歌是《古老爱尔兰祝福之歌》。
正道这时，请吴夫人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愿上主监察阮。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我伫拜五的时阵，甲上联堂客有去到迄个大溪阮着伫迄个宴舍的中间咧滚耍笑，讲即个日时太阳，诗人咧讲嘛吼，日时太阳无害你，暝时日头袂伤你。阮伫咧滚耍笑讲，即个时阵吼，毋通凊彩去日头下骹拍，吼，拍差不多几分钟啊，安尼就好，吼。所以人爱有智慧，迄个袂伤你的意思就是人爱有智慧，知影啥物时阵爱秘迄个上热的所在，总是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真正对伊来得到快乐甲祝福。所以我要邀请你即摆会当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讲平安，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伫地。平安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阮相信，日时太阳袂伤阮，暝时月亮袂害阮。因为阮知你使阮有智慧，通伫风险的时来避起来，然后伫应该去担当的时，阮勇敢面对。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创世纪30章43节，上尾的这个词真有意思，咧讲到雅各怎样步入。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安尼，雅各非常好业。有真侪羊群、女婢、仆人、骆驼、甲驴。我毋知影咱大家看到别人好嘢会安怎？咱的心声会祝福，也是会怨妒。假使若是咱的亲人咧，咱的亲人趁钱趁比我较侪呢，即位悬，佮比我升较悬呢，咱会安怎？不有也是好业，原文会当翻译做一字叫做发，真特别哦，发哦，发达，所以会当解释做发达的意思。这个发达其实原文有搁较宽，比不如搁较好的讲法，就是突破原底的限制的意思。所以发达的某一个部分，台语有一句话叫出头天啦，这就是出头天的意思啊。总是讲故事的人嘛，要借这字来暗示讲，上帝要赐予雅各的应允，对即时开始来实现。因为这字嘛出现伫创世纪28章24节、14节，迄个上帝对雅各的应允，这字嘛出现伫迄个所在。总是有人若发达，就有人目赤，目睭就红。所以创世纪31章第1节是安尼记载。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有听到拉班的囝在讲，雅各将咱老爸所有的拢抢去，利用咱老爸的财物，得到一切的财富。这个毋那是拉班的囝。因咧排怨，雅各咧甲拉班咧斗阵的时阵，连拉班的面色嘛无啥着，所以拉班佫若便咧欺骗雅各。雅各因为仰望上帝来发达，然后雅各开始敏感到，有可能伫这个所在应该爱渐渐离开啊。开始展开这个行动，总是上帝呼召，其实一直伫这个故事内底，一直咧主导，就亲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即时上帝对雅各安尼讲，创世纪31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上主对雅各讲：你着倒去你祖先的地，去你的亲族乡，我要甲你同在。所以，因为安尼，雅各就开始采取行动。伊第一个爱采取行动的，就是伊爱说服拉班的查某囝，对无？因囝对着伊嘛吼，心神伊，总是伊爱说服伊的查某囝，甲伊做伙转去伊的故乡。伫这个过程，伊真侪摆讲起我的老爸的上帝，甲我同在。因为当拉班甲雅各讲价的时阵，上帝唔用阮伊害我，所以雅各的结论是安尼。创世纪31章第9节，雅各的结论是安尼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上帝将恁老爸的情生摕过来赐予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雅各相信这样代志，伊的发达是对上帝来。好，安尼咱来听雷结，就是拉班的查某囝雷结甲利亚因的应答。做伙来读创世纪31章14节到15节，做伙来读来。雷结甲利亚应伊讲。伫阮老爸的家，兼还有阮通得的家伙甲产业，阮兼毋是已经互伊看做外人，伊卖阮吞食阮的价钱。哦，讲啊真卖呢，将老爸卖呢吼。所以是安怎？因会安尼反应？因为伫近东的婚姻习俗内底，当时习俗内底迄个新郎。的聘金中，通常拢爱有一份互新娘，听有意思吼？就是我顶辈我有讲到即站的时阵吼，新郎爱付聘金互即个新娘的老爸对无？啊，通常是安尼哦，新郎付聘金了，迄个老爸会将聘金的一份，就分互伊的查某囝。聘金的一份互查某囝。所以，通常上是不止一份互查某囝尔，通常老爸嘛会互伊的查某囝新娘财物当作嫁妆。总是雅各的聘金是安那付的？雅各的聘金是用伊14年的做工付出的呢，并无任何实际财米的形式。然后安尼看起来。当时因出嫁的时阵，拉班嘛无互雷结甲利亚任何的嫁妆，安尼看起来是拢无。所以因咧埋怨因的老爸真酷，对吧？老爸真酷啊！所以因就做伙同意雅各的提议，因要做伙转去雅各的故乡。然后因的倒转去故乡，其实有计划。因为什么话？创世纪31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时拉班去剪羊毛，累结偷摕因老爸厝内的家族身上。羊毛是羊身躯顶头要紧的副产品。通常剪羊毛的时是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是伫羊毛咧交易的所在，它剪落来就会当伫遐来交易。然后当时上时啊，需要真侪骹手，所以拉班一定甲伊的这个囝儿做伙去。这嘛提供雅各这一家逃走的机会。伫中东的地区，迄个所在通常是春天海剪羊毛。当然，嘛有人咧讲，这剪羊毛跟那一个庆典的，有可能嘛，亲像一个庆典，就是跟那夜市啊共款，大家拢赶羊啊来，啊剪羊毛啊伫遐来交易。然后累结偷走的这个形象是因家族姓神明的偶像，
通常是伫一家之主所有。老板嘛，应该咱若读30章的时阵，伊是用这个形象来占卜、来卜卦。所以考古学家其实伫近东的所在发现真侪即种像，大概10几公分，即安尼，所以一身安尼尔啦，10几公分，所以藏起来真好藏，藏起来真好藏，差不多就亲像考古学家其实发现真侪即种。伫迄个中东的地区，然后有一个问题走出来，是安那雷吉要偷摕神像？是安怎伊要偷摕神像？历来都有真侪猜测，现在有真侪猜测，总是后来嘛搁去用推翻。有第一种一开始的猜测是继承，就是伊有迄个继承的管理，总是后来发现毋是哦，无这项代志。第二个嘛，毋是咧保护因要行远途的保护，嘛毋是哦。是安怎？因为这拢属伫家族的迄个所在的，听有意思啊吼？迄个所在就是迄个所在尔，走出去就无啊，嘛毋是哦。所以有可能有一种讲法是，可能雷吉要利用这个偷摕家族的神像来证明家己的身份。我毋是奴隶，我毋是一个逃走的奴隶，我是有身份的。有身份的人，还会当有这种家族的形象，这是一种药尔。总是后壁佫有一种猜测，佫有一种猜测。当时雅各离开迦南是欺骗加偷摕，伊要转去迦南，要跟伊家己的故乡欺骗甲偷摕，嘛甲因执行做伙行。创世纪31章20节是安尼讲。雅各无甲阿兰人拉班讲，就偷偷啊离开。希伯来文会当翻译做雅各偷摕阿兰人拉班的心，偷心啊，偷心吼，偷心。意思是雅各无甲拉班讲就离开，就是欺骗拉班，因为安尼。虽然因走3天，拉班甲有消息得到消息，总是雅各伊带一家伙，搁带这奴隶，精神根本就行袂紧。拉班带不只是家己的囝儿哦，伊嘛搁带伊的亲族哦，迄是一对哦，一对。约7日才约着因。创世纪31章2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米是上帝伫阿兰人拉班的面梦中，对伊显现，甲伊讲：你着细字，毋通甲雅各磕着。迄个上帝因约着了，约着拉班约着雅各的时阵，上帝既然伫梦中，迄日个暗时伫梦中伊警告。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讲对好讲较歹，意思就讲你毋通凊彩讲，爱细字你所讲的。警告拉班毋通找雅各的麻烦。创世纪31章2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甲雅各讲：你哪会做这款代志？你瞒骗我，将我的查某囝抢走，亲像用刀抵阿夫罗。拉班大声质疑雅各：你是安那着掠我的查某囝甲外孙？爱会记这一项代志哦。咱伫遮读到的每一个字，拢是军事的用词。换一句话来讲，拉班甲雅各目前是敌对敌，因为逃走、辱以及执赢。拢是军事的用语，当时看起来、读起来拢是军事的用语。创世纪31章27到28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是安怎无甲我讲，就点点啊逃走，无通互我唱歌、拍鼓、弹琴，甲你欢送，害我煞无机会通亲我的孙、我的查某囝，甲因相时，你实在有够戆。所以老板这时。
表明家己的身份。伊毋那是伤心的丈人，更加是伤心的老爸甲阿公。然后伊谴责雅各，你实在有够戆甲不义。创世纪30章30节的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少年恁老爸的家，孤不将就转去，毋过是安怎偷摕我的性命？这个高不忠哦，这台语的讲法啦吼。高不忠，你著知影伊的心情。高不忠，我等下转去吼。上尾，伊指控雅各偷摕拉班的家族身上。咱会知影伫古早的近东地区，拉班喙中所控诉的这3项代志。拢会当看做每一件，拢会当看做是对拉班个人甲家族的不敬甲侵犯。换一句话来讲，凊彩一条，雅各就死无葬身之地。创世纪31章3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应拉班讲，因为我惊你会将你的查某囝抢去。雅各这时开始应变，伊论到家己的惊，我感觉这步真巧。雅各一开始毋是讲拢你毋对，雅各一开始是讲我会惊，伊嘛无指责别人，伊讲我真惊。但是伊已经为拉班服侍20冬，因阁是。拉班阁是伊阿舅呢，亲人呢。总是伊有缘惊拉班夺走伊的一切，然后对拉班厝内身上伊完全毋知，所以伊一喙就答应讲3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的性命，你对啥人抢着，迄个人就该死。伫咱亲族的面前，你认看我遮有啥物物件是你的，拢摕去。雅各毋知雷吉有偷摕迄个身上，所以拉班敲骗伊的全家，雷吉将伊的藏伫洛德安的地内底，然后人就坐伫顶头。创世纪31章3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雷吉对伊的老爸讲：我经期拄啊到。无方便伫你的面前起来，请父亲大人毋通受气。拉班四界找身上找拢无。这个雷吉的话原文的意思叫做妇人人的习俗，所以通常传统的理解叫做经期月经。总是神学家嘛有另外一种猜测叫做怀孕，有心啊，就是有心。这检菜嘛是雷吉要偷摕身上的原因，就是伊为了生产求平安来偷摕。这是第二个猜测的比较有可能较接近的原因。拉班找无证据，所以雅各就开始起来质问，所以伊连续问3个问句。创世纪31章36节到37节讲。我到底犯什么罪？你爱带大队的人马来捉我，然后到底你有找到恁兜的物件也无？伊就问3句吼，问3句，然后伊佫举出迄个古早近东地区，只要各样的证明，伊雇的羊是互野兽加死。就免为伊的损失来负责，总是咱拢知影拉班真酷，所以不管安怎拢爱雅各负责。然后伊讲伊服侍拉班20年，不管是14年、前14年为着娶某付的聘金代价，或是后6年为着要得到伊的羊群，雅各的结论是安尼。创世纪31章42节，这就是雅各的结论啦。雅各是安怎做结论的？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若毋是我的祖先阿伯拉罕上帝，以撒所敬畏的上帝，甲我同在，你一定会互我空手离开。上帝看见我的苦情，甲我的落落，才伫昨暝甲你责备。咱来知影雅各即款的个别甲亲信，就亲像诗篇的诗人吟唱的，诗篇124篇第20到第30安尼吟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若毋是上主为咱，人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受气的时，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所以的确实是安尼。用拉班一向的行事做人，咱无法度想象伊到尾后会让步。咱无法度想象，总是拉班实在无法度抵抗迄个伫梦中，因为现实伊若清醒，伊有法度面对甲对付。总是伊实在无法度来抵抗迄位伫梦中来警告伊的上帝。所以到尾，拉班是安尼讲，创世纪43章43节，31章43节到4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应雅各讲：这个查某囝是我的，这个囡仔是我的，这个羊群嘛是我的，你看到的拢是我的。我的查某囝甲因生的囡仔，我今仔日还会当甲因安怎打？咱两个来立约，做你甲我中间的证据。所以拉班搁一摆强调这样代志，这个你有的拢我的，意思是安尼，你有的拢我的啊。所以然后拢甲我脱离袂了关系。既然留忍袂调，那安尼咱来立约，咱来用石头来立约。所以创世纪31章45节到4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提出一块石徛做条，雅各对遐个亲族讲：恁着去捡石头来食。因就将石头捡来贴做规堆，因伫迄堆石头的边仔啉食。这个雅各立一块石头做纪念碑，然后拉班的亲族，伊的囝儿啊亲族，就捡石头贴做石堆，来成做立约的证据。这个表示将之对敌，达成和好，用安尼来表示。47节的伊加尼是石堆的阿兰文发音。阿兰文吼，所以是拉班的阿兰文，伊的母语。撒哈杜他是证据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叫做做证的石堆，做证的石堆。然后雅各号名叫做加雷德，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叫做做证的石头意思。所以两个人是无共语言。用无共语言来讲，来证明这样代志。创世纪31章49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嘛叫做米斯巴，因为拉班讲，咱分开了后，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监察。伫古早的古代近东地区，神明时常正做立约的见证者，立约的仪式。时常嘛包括后来有献祭，所以拉班用石堆做象征，爱雅各信的上主，成做这个约的见证，监督雅各会当遵守这个约。所以这个真古老，也是真古早的立约的仪式，真有意思，因为这是对拉班来开始。对拉班开始用伊的母语号名，这个石堆做伊的誓约哦。伊是用伊的母语来号名这个石堆做伊的誓约。然后，总是拉班应该敬拜的，毋是
雅各的上帝啊，伊敬拜是伊厝内底的神明啊，所以直到上尾，拉班才真正呈现伊真做一个老爸的疼。直到上尾，伫遮才呈现出拉班有真正关心伊的查某囝。创世纪31章50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你若虐待我的查某囝，搁另外娶别人做某，虽然我毋知，你就会记住，上帝伫你我的中间做证。拉班这时可能开始意识到，过今仔日了后，伊可能无法度搁记着伊的查某囝甲外孙，所以伊经过雅各讲：你爱会记得咱两个伫遮所立的约，毋通亏待因。日后虽然无人来监督，总是上帝拢在看你、监察你。类似的条款也伫奴斯的法律文献内底出现，这是主前就是公元前15世纪的古代文献。这个拢是要确保利亚甲吕结伫雅各这个厝内底的权益甲地位得到保障。换一句话来讲，这个石头毋那是立约的证据，更较诚做彼此互相无侵犯的界线。因伫石头边来食啉，毋那是风俗习惯，更较是这个立约的仪式一部分，用来确定这个约。真侪基督徒将米斯巴的约当作一种罗曼蒂克的祝福，甚至有人将米斯巴就刻伫迄个戒指的内环内底。这个真侪外国的基督徒会安尼做，总是安尼的误解真大，误会真大，因为这是根据迄个互相无信任的关系来的。拉班甲雅各彼此互相无信任，总是拉班嘛知影伊无法度一直看咧。所以米斯巴是啥物意思？米斯巴原文的意思是瞭望台，就是有人在看你，瞭望台啦。有人一直在看你哦，有上帝一直在看你哦，是这个意思哦，你那监督哦。所以请毋通掠做这是真罗曼蒂克的字，也是祝福。其实这是来讲，我无法度未来，我无法度伫边仔监督你，无法度阻止你来引发事端。所以上帝愿上帝监察咱、看咱、监视咱。所以，就是雅各已经成家立业，经历真侪磨练，总是雅各所选择的，永远毋是信任甲面对。当伊决定要隐瞒拉班逃走，就表示事实上，伊永远阁是一个欺骗者，伊阁是一个骗子。伊阁想要洗过质疑直接面对的挑战，伊也未学着正面来面对的功课。雅各到这个时阵是安尼，累积饕餮身上。也是学顶头所做的，安尼尔。总是这个行动嘛，代表伊内心的无安全感。总是这嘛显示另外一项代志，就是拉班的神完全无路用。甲迄位甲人同在、呼召人突破困境的上帝来比拼，这个神上只会当凊彩人。放伫倒，然后拢无影响力。所以诗人是安尼吟唱，诗篇124篇第70到第80节是安尼吟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破裂，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咱真侪时阵伫宣调的时阵，有听到上尾的一句第8节的所在。总是这是什么款的情景？
这是一群要敬拜上帝的朝圣者，因对奴隶之地巴比伦转来到家己的故乡，当伊上行迄个上行之歌啦吼。伫诗篇内底，这个部分拢叫做上行之歌，意思就是啥物货？因要去到圣殿要敬拜上帝的时阵，所吟唱的歌。现代的学者认为，当时因咧爬楼梯爬起来时，这吼跟咱去日本共款啦。咱若去日本，每一个新社真侪所在拢有迄个梯爱爬起来。迄个概念是类似的哦，迄个概念是类似的。的意思就是爱爬起来到上顶头来敬拜神、敬拜上帝的意思。然后现代的神学家认为，当因咧行的时阵，行迄个通往圣殿的梯顶头，迄个路人拢有祭司咧带因敬拜。迄个祭司就问因讲：啊，恁是安怎来到遮？然后因就安尼吟唱。若毋是上帝帮赞，阮无可能伫这个所在。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因的吟唱对上帝确信。这个罗网已经破裂，阮已经得到逃脱。伫苏格兰，每一遍上帝若解除对国家或是对当地历史性的危机的时，因就会吟唱诗篇124篇。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就亲像教理文捌讲过，伊讲教会故事就是真侪割瓦的故事。实际上，我嘛伫咱真侪兄弟姊妹的身躯顶头听到割瓦的故事。若毋是上帝的神伫咱生命中，互咱割瓦。咱无法度搁起身来面对、来回应、来享受、来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这就亲像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孤单的骨头，搁一遍搁活共款。对国家甲教会，对个人，迄个渴望挣脱捆绑。的时，迄就是割瓦的时，这就亲像雅各共款，伊对一个双手空空的逃亡者来到荷兰，搭有武务来离开，甚至有这个能力甲权威的身份，甲老板来结约订约，通逃脱得到自由。上主已经透开伊伫荷兰受苦20天的过往。总是伊当真正准备好势，迎上帝应允的未来吗？伊当准备好啊吗？人用手段甲技巧要追求一个确定美好的未来，总是咱若使用的方法是用欺骗、偷窃、争权夺利、战争，又是革命。这当真正会当带来美好的平安嘛？实际上，基督徒相信这样代志，若毋是上帝，人较厉害嘛，只是暂时，甚至是无路用的。所以，因为咱的帮赞是对上帝来，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阮的帮赞是对你来，求上帝帮赞阮。阮知，若毋是你，阮无法度做啥物货，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扶持阮、应允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圣诗，咱做伙来念圣诗回应。圣诗第593首，拄着试炼，知会为着你真艰苦。会众者起立念全首。
拄着试炼在的委累真艰苦，你到落只希望生命看无路，你所伫的阮事当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啥？主的阮事你减算过了，主的阮事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看路烦恼地到心烦乱，要以上帝跳脱过世界恩怨。你所伫的阮事都来想来记，要你像个无天日日爱伊时，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啥？主的阮事你减算过了，主的阮事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别人有福气见伫大家陪，无伫土地所用对有主体，你所伫的阮事只阮袂见你，你的宝贝永远无可比拟，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啥？主的阮事你减算过了，主的阮事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讨论大岁数，无伫过只希望上帝愿做主。你所伫的阮事才有想来讲，主的安慰放在因带到天堂，主的阮事你着算着啥？主的阮事你减算过了，主的阮事哪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会众请坐，奉献。咱请林副祥执事甲赵美珠执事来肃献。会众起立，三甲来念奉献诗。
阮三角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搁一届组织伫遮来学罗你。只是阮奉献淡薄金钱，有教会事工所用，求主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报告，咱今仔未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的禁句。我读一遍，请会众听两遍。你周报上尾一页，伊骹的所在。我来读，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若破离，咱就逃脱。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诗篇124篇第7节到第8节，请。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破离，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诗篇124篇7到8节。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破离，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赞是倚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诗篇124篇第7节到第8节。现开周报第1页，下主日事工分配予师人员，甲中间各团契内容，咱家己来看。现开周报第2页，周间各小组集会，甲顶州奉献明细，奉献明细若有订单，来向办公室来更正。请现开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这月份定期长祝会于中昼12点半正确日召开，请中职出席参会。中职会煞了要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主日学会议于中昼1点半9楼召开。请同工老师、各班主任出席参会。离早场的会议所插花同工离对有服侍有意愿离第1场礼拜煞。伫教育厅集合来讨论插花的事项。下主日为总会所定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欢迎鼓山教会肖文杰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布社。第2项，吴富文牧师受派鼓山教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请按报告，请带到。这是含鼓山交换交代讲台，交换讲台。李中昼12点半，行政部会有召开，请部会部员出席参会。小会公告，咱家己来看了解。教界消息：平安行动教会要升格郑维宪牧师就任感恩礼拜，请带到。于7月21日中昼2点到3点，于平安行动教会
第二点，八地教会卓中仁牧师敬诚退休感恩礼拜，请代祷。时间离7月21日3点到4点，地点嘛是你平安行动教会，这是你可能拿机场附近的教会吼。第三项，咱同的平安7月节音乐会，演出的团体有福尔摩沙合唱团甲晶晶合唱团，时间离8月24日，地点是伫桃园展演厅。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来，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头一项，请咱持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的中级的预算，其实就是伫这个选票，咱的会员，请要拜托咱大家透过推荐，来，咱的预算吼，其实是推荐了后，互提供小会来推荐出来，互咱大家来选出刷落来。这4档长老加执事，所以愿上帝帮咱。当咱咧推荐的时阵，我嘛要邀请咱为着咱所推荐的人以及咱的教会来祈祷。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咱有看到这个后礼拜礼拜日下晡，其实这是伫平安杯行动教会遐因有要升格同会加这个。牧师第一任牧师的就任，地关迄牧师第一任的就任，上时倒牧师的退休礼拜嘛要办伫同日。当时伫中委会咧讨论，我拄好是今年新竹中会议长，我嘛感觉讲真光亚太两间教会代志煞办伫一个所在，因为平安杯教会是八地教会的囝会，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后来的。分做顶下2场，每一场拢1点钟，然后透过安尼，毋那是要这个就任上时，也要透过安尼来为倒牧师真正退休来感谢。所以中会这2场拢是中会主办，上时我拢会到。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平安杯教会，这个教会嘛足特别的吼。这个教会设立伫这个机场的边仔，所以上时号这个名嘛真有意思。这是伫古早这个华航空难的所在，所以还会号做平安杯啦。华航空难，我想应该小可有年，这小可有年纪啊吼，因为华航空难迄个大空难的时。因着设伫迄个所在吼，所以这个号名叫做平安杯，所以咱为着这个教会伫遐设立，上时即摆嘛完全无啥共款，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平安杯教会以及倒牧师伫真正退休的这个过程真正顺利。上营圣诗393首。俄罗专营的稳定主宰，会场起立临专首。吟诗员请牧师祝祷。俄罗专营稳定主宰，恩主天后。感谢归来，每家信息，因公义平安，尊严胸膛，一高安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世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会将请坐，祝歌地乐灭倒。地高别倒。插花的人员哦，有意愿插花的人在交易厅开会。平安礼，庄清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